各位朋友、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繼續同大家分享一個聖經故事，就係5餅2魚嘅故事。喺故事發生之前呢，耶穌係獨自呢係退到去曠野呢，係同神獨處嘅。呢個呢係耶穌經常嘅習慣嘅生活方式嚟嘅嚇。佢成日都退到去曠野呢，同神呢係禱告嘅。咁好啦，但係群眾呢聽到呢個消息呢，就從各城各鄉呢步行來跟隨佢啦。咁當耶穌從獨處中出來呢，就看見呢一大群人呢窮追不捨喎。咁佢呢就冇話因為呢佢哋嚟打擾佢令到佢呢係感到惱怒。耶穌呢冇話不耐煩啦，或者冇話感到失望相反呢，佢呢係個心呢係被深深嘅憐憫呢所觸動嘅，因為佢見到呢群人呢困苦無助，喺生命中嘅曠野漂流，唔知道人生嘅方向，亦都尋不着心靈嘅歸宿。佢哋當中呢有患病嘅人，有需要醫治嘅人，有飢餓嘅人，有迷失嘅人。每一張臉孔都寫着呢係對幫助嘅渴望嘅。聖經學者講俾我哋聽希臘文翻譯為憐憫或者慈心嗰個字呢，字面嘅意思呢係喺一個人嘅腸臟或者內臟裏邊移動或者翻騰嘅。喺古人嘅觀念之中人嘅情感同深層嘅感覺呢係存在喺內臟之中嘅。我哋中國人都有同感啦，我哋中國人都話慈悲心腸好嘅心腸憐憫嘅心腸咁呢個意味着呢，耶穌嘅憐憫呢唔係表面上嘅客氣或者禮貌性嘅同情，而係一種呢從內心最深處湧流出嚟嘅強烈情感，係整個人呢被激動到最低處嘅真實反應嚟嘅。喺所有嘅福音書記載中每當耶穌遇到有疾病同埋苦難嘅人呢，佢都表現出呢種發自肺腑嘅同情心嘅。當耶穌遇到一個麻風病者呢，嗰個麻風病者嚟到耶穌面前，跪喺佢面前呢，求佢醫治耶穌呢就動咗慈心，冇話嫌棄佢有呢個可憎嘅病症，反而呢係伸手摸佢用佢大能嘅手呢係醫治佢，立即呢係潔淨佢。呢個舉動呢打破咗當時社會嘅對麻風病人嘅隔離同埋歧視，彰顯咗神嘅愛能夠觸摸人最羞恥、最軟弱嘅地方。馬可福音1章41節講，耶穌動了慈心，就伸手摸他，說：我肯，你潔淨了吧。好，今日分享到此為止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